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5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咱先来看一下香港针对武汉肺炎病毒上新的研究。香港大学团队发现，讲武汉肺炎甲感冒同款的中和感染哦。团队针对一名伫3月份胃着病，1个月又感染着病毒的查甫人做研究，发现讲伊2个感染病毒的基因排列有真侪所在拢无同，这是全球第一个中和感染的个案研究，所以有专家是认为讲，就算体内有抗体、有注预防射，保护期嘛有可能只有半年尔。香港大学教授袁国勇研究团队对一个2遍感染的查甫人做病毒样本的基因检测，发现伊3个底确诊，加1个月又再度感染，2个病毒株是无共基因分子。研究团队认为，这个查甫人4月中染好了后，体内的抗体伫4个半月内面就拢无去。在此进前研究拢认为感染好了袂阁感染，验过这个病例证明免疫力只是维持一段短时间，好了又还有可能阁被感染。这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有文献记录的个案。所以武汉肺炎有可能变做一般的感冒长期存在，就算是一遍得着好啊，以后也是会自有放射。香港第2是一天增加9个确诊个案，是7月初5以来第一遍一天个位數。驗過社區中可能也是有無症狀感染者。咁其實個社區仲係有一啲即係隱性嘅患者啦嚇，咁所以如果做全民檢測嘅話咧，咁可能可以揾到一啲冇源頭嘅個案咧，再睇下點樣可以追蹤翻，就截斷個傳播鏈咧，就個機會會大啲。為咗要查出無症狀感染者，香港拍算9日開始全面免費普篩。另外，2個人嘅限聚令也個暗時禁止1個點來食飯嘅防疫規定，2個就要到期。香港媒體報道可能會延長，當時嘅放令就要看疫情嘅發展。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目前武漢肺炎疫情正嚴重的菲律賓，昨連續發生2件炸彈爆炸的事件，造成至少11個人死亡，有幾10個人受傷。爆炸發生的地點是在菲律賓南部的都市，在當地時間中晝左右。第一件爆炸案是一台裝有炸彈的機車爆炸，嘛毀掉停在附近的2台軍車。1點鐘後，一間天主教堂的附近又閣發生第2件爆炸。2件爆炸案只差70公尺爾，唔但有民眾嘛有軍人佮警察死亡，目前是閣無任何的組織來出面承認講是因犯案。也毋過發生爆炸的地點是菲律賓伊斯蘭激進組織阿布薩耶夫定定活動的所在哦。去年這個大教堂嘛發生過爆炸，有造成21個人死亡。再來看中國上海的衛生單位昨是公告講，有一個武漢肺炎的感染者是對台灣來的。也毋過，疫情指揮中心是表示，目前閣還未收到中國的通知，等下進行了解。佢傳出有台灣人出境了後被確診武漢肺炎，中國上海市衛健委臨時公告，新增一個台灣境外移入病例個案是8月15日台灣出發，迄天到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入關了後，佇集中隔離所觀察，期間出現症狀，經過採檢才確診，這也是1禮拜來第2件為台灣入境上海被確診的案例。中國大陸這邊還未告知我們這個訊息，那我們當然會在已經直接聯絡上這個陸方，但是他們還沒有提供我們這個詳細的個資。另外，入境監視針對所謂旅客普篩，最近成為外界爭論議題。有專家認為，外籍人士生活習慣甲咱高無共破病，無一定會看醫生，也無習慣掛喙罨。萬一離就醫前，為着武漢肺炎加上潛伏期8天，就算是佇厝檢疫14天，也是有可能帶病毒拍走。身為防疫的看旁，建議檢疫期滿閣自費體檢1擺。所以他在台灣第7天發病。可是完全沒症狀，但他可以傳染10天，所以他在第14天就出去了，他至少還有4、5天的傳染期啊。對此，疫情指揮中心表示，內部確實有安尼考慮，也毋過目前也無正式的規劃案，所以要等規劃完成了後，才提交到專家會議進一步建議可行性。記者綜合報道。再來，帶觀眾朋友來看今仔日報紙的新聞。先來看《聯合報》在進部長蘇建言接受媒體訪問的時陣，表示講今年受到武漢肺炎的影響，稅收無好，可能會減少1200億，嘛影響到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一部分會減少102億，所以明年的10月份地方有可能會領未到這筆錢。
再来看《中国时报》，空军现在有142台的 F-16，又搁向美国买66台 F-16V 的战机，所以拢总有208台。维修这的战机嘛是一笔大生意。汉翔跟罗马公司去年底合作，推动成立 F-16战机亚太维修中心，200特别成立，会邀请蔡英文总统来主持开幕典礼哦。这嘛是国防自主正重要的一步。也毋过，这维修中心的名称最后并无出现亚太这2个字。再来看《自由时报》，艺人孙平伫电影的后生孙安泽，伫美国违法取得枪支，伫美国已经封关261天。2018年11月、12月、11日，返来到台湾哦，伊一世人拢袂使搁入境美国。虽然地检署经过将近2年的调查，总是依法甲判伊本刑上轻7年以上的无经过许可制造、手册未遂案来提起公诉。再来看中华关卫生局甲台大公卫学院合作的万人血清抗体检测，本来今仔要公布结果，也毋过临时喊停。这个计划主持人前台大公卫学院的院长詹中环哦，伊是表示讲，主要是因为行政作业未赴，也毋过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除非检验的报告有袂使公开的理由，那无台大应该爱对我来说明好清楚。原定2拜2要公布中华关卫生局甲台大公卫学院合作的万人血清抗体检测报告，却临时喊停，引起外界议论。当初负责这个计划的前台大公卫学院院长詹中环表示，因为行政审查作业关系，将延后公布结果，也毋过无方便公布相关细节。现任台大公卫学院院长陈小霞表示，学术研究本来就有无共立场，伊建议等研究报告被期刊接受了后，才发表，安尼较周全。我认为一个学术研究，如果能够把它做完，然后投稿到专业的期刊，接受同侪审查，刊登以后，再跟社会大众做说明，这样是比较常规性、比较严谨的做法。另外，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个事件已经引起民众高度的关注。检验报告除非有未当公布的理由，那无台大应该公布。社会都非常瞩目，而且大家也都是很好奇嘛，哈。那既然事先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宣告，那我是认为就是说，如果没有特别的问题，好，那应该要公告出来。也有中华关卫生局对无症状地处检疫者进行体检，政府单位第1阶段调查已经完成，包括地处检疫者外出就医的欠点进行检讨。出来的时候，那警政跟卫政的相关的一些联系，看起来就是没有联系好。那在出外的时候，是不是有确实让他这个行为或是动线有充分的掌握？但是中强调，政府单位爱做第2阶段调查，包括中华关卫生局体检的疾病面进行了解，也阁需要5天的时间。到时阵结果出来，一定会甲社会大众讲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就要开学咯，也毋过有家长是反映讲，幼囡仔甲细汉囡仔喙暗是真歹买哦。指挥中心嘛，呼吁家长利用8月24到8月26这3天来登记，上紧31日使摕到喙暗咯。教育部早嘛宣布讲要开放19个国家以外的新生佮中国学生来台湾，大约会有1万人。因为目前国内大专以后境外学卫生入境的第4天检疫的情形正好，教育部伫咧24日宣布，自即马开始开放19个国家或者是地区以外的新生，也个中国大陆籍的学卫生来台湾。这边开放估计有1万位境外学卫生会当申请入境，其中中国籍学生5000人。经过我们从6月17号这样一路几波开放下来，这一波开放大概是所有在台湾的修读学位的境外生，不管你是应届毕业还是在学还是实习生，都可以申请来台湾就学，都可以申请过来。教育部讲，伫开放了后，未来2-3个月平均每天有几多百位学生入境。不过大专以后短期的研修生、交换生这寡非学卫生身份的学生，也需要看各大学检疫情形，并且透过跨部会讨论慢慢开放。全国的中小学后礼拜要开学，有家长走几落间药房，拢买无囡仔的喙暗。
指挥中心讲，囡仔的嘴暗是有过节，自2时开始登记。8岁以下的幼幼跟小童口罩的话，目前只有在超商的机台或者是eMask 系统有实名制来预购。那这3天8月24到26号这3天，刚好就是要预购开学周8月31号开始的这个实名制口罩，所以请家长务必把握这个机会。细汉囡仔的喙暗产量有限，目前就要登记有过。那有过成功，上紧8月30日能领到。要若是6岁到12岁囡仔的喙暗，药房甲卫生所拢有卖。家长只要摕囡仔的健保卡去药房，拢会能买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各地天气拢真热热，台北温度有可能会超过38度。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这方面的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也是雷公雨。过到山区，嘛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温度方面哦，南部因为云济过落雨，所以温度会较低一点啊，大约是31度到33度。其他地区因为是吹西南风，个日头真大，温度上悬会到34度到36度。气象局嘛针对11个县市来发出高温的警示哦，特别是台北有可能会到38度以上，爱特别注意。另外嘛要提醒大家，明仔载西南风增强，南部会落大雨，其他的地区哦嘛拢有机会会落大雨。全球暖化嘛，互海平面继续起哦。而且和平是警告，台湾海平面起的速度是全球的平均2倍。若是未来30年无积极来减少碳的排放，伫2050年，总统府台北车头这台北重要的地标，有可能拢会淹掉咯。随着人类大量排放温室气体，造成气候变迁，未来全球升温若是超过4度C。无法逆转的海平面上升将淹没它。热气和平模拟全球暖化提出警告，若讲地球未来升温超过4度C，地势极地加速扬冰，海平面继续升悬，唔那自动新乐园将受到冲击。北市包含总统府、台北车站等重要地标也将泡伫水内。那根据研究，2050年海平面上升会大约来到0.56公尺左右。那在台风来袭的时候，风暴潮的高度其实可以来到1.62公尺。在2050年海平面上升的情况，其实会延移到重要的政府机关，总统府，其实立法院跟监察院也都会受到影响。热气和平指出，全球海平面当年等于0.19公分的速度升悬，台湾四面环海，加上洋流的影响，海平面升悬的速度更加是全球的2倍。若讲未来的30年，若讲佫无积极的减碳，2050年的海平面有计将会升到0.56公尺。若讲是风台侵袭，海水倒灌，出现所谓的风暴潮，海平面佫较有可能升悬到1.62公尺悬，到时阵就会淹掉台湾本岛面积达到2120平方公里，对建筑面积的冲击相当500个台北小巨蛋。以六都来讲，大约有290万人口受到安全的威胁。我们刚才提到，中央政府今年要修订温室气体减量管理办法。那其实有一个重点是，它必须要去遵照联合国建议的这个符合1.5度C 的升温控制目标，也就是说，必须要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的这个目标。但是很可惜的是，现阶段我们的温室气体管理法目标其实是非常不足的。热气和平主张，咱国应该透过温管法修法，具体要求火力发电厂等污染源，伫10天之内减少1半以上的碳排放，以及制定时间表，淘汰燃油汽车。热气和平表示，因会继续要求各县市宣示气候紧急状态，共清气候变迁的警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各个国家，全球的病例已经超过2357万例，有80万人死亡。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总并无新增加病例，目前是487例；中国的病例有84000多例，香港4600多例，日本超过63000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跟印度。美国已经超过591万例，巴西超过362万例，印度超过310万例。伫欧洲方面，西班牙超过42万例，英国超过32万例，法国嘛超过28万例咯。
再来看德国伫2礼拜之前开始针对来自高风险地区的民众来做普遍的体检，也毋过嘛引起真侪争议，包括体检的费用到底应该谁来付？汉堡的市长嘛批评讲，这是错误的政策。伫法兰克福机场入境的旅客排甲路长，要等咧接受新冠病毒体检。欧洲的防疫管制绑定解除边境管制了，德国出国要耍的民众增加，造成这个月疫情搁再反扑。当局决定自初8开始，对高风险国家返来旅客来普筛，包括机场加火车总站拢无设体检中心。此项的过程只要15分钟，大部分的民众拢正配合。Ja, ich denke schon, dass es sinnvoll ist, auch für den eigenen Schutz, für die Familie. Finde ich gut. 这项措施实施2礼拜以来，真侪问题。首先是钱少人出，此卖做法是保险公司先出，搁再向国库欠款。也毋过有人讲应该由旅客家己负担。德国卫生部长认为，若是叫民众家己开钱，会降低体检的意愿，所以坚持国家出钱。也毋过，进前发生一个自土耳其入境1礼拜家庭，因为囡仔学校要求爱提出体检证明，如果走登去机场要求免费体检，被拒绝了，伫咧当场冤。结果造成机场体检站迄天就提早关起来，也个旅客验出阳性，也毋过无留完整的资料，无法度追踪。这几天有医学专家警告，普筛开真侪医疗资源，造成德国的检测单位已经挡袂牢。汉堡市长伫咧受访时阵批评卫生部长犯严重的错误，因为有人入境检测是伪阴性，几天后才转做阳性，可能造成防疫的浪胖。就跟咱台湾同款，是毋是要普筛？伫其他国家也有正反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韩的疫情嘛，佮继续滚加，已经连续11天逐天胃着病人数拢有上百个人。当地政府昨开始要求公共场所除了食物件以外，其他的时间拢爱挂喙罨。若准无遵守规定，业者就爱停业2礼拜。Everyone is required to wear a mask indoors, at concerts and at outdoor venues where there are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This applies except when you are eating or when it's otherwise unavoidable. 惊疫情搁扩大，首尔23宣布采取严格催验令24就实施。另外，餐厅、电影院等12种场所，若是无遵守防疫规定，被查到随停业2礼拜，负责人也可能有刑责。手段遮尔强硬，是因为南韩疫情倒好，而且来得真凶。We see a rising number of cases in all 17 cities and provinces. This is a serious situation in which we're facing another large outbreak across the nation. 以首尔爱第1教会为中心爆发的新一波疫情已经摊开。根据统计，当地连续11天单日新增病例拢伫3位数以上，2甲23更加是连3天病例拢伫300例以上，24有较下降，也毋过也挖近300例。总病例数增加到17000多例。北京全国采取立即防疫措施，也毋过政府讲，若疫情搁扩大，不排除将防疫等级升到上悬的第3级。We must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a disaster that even surpasses the one we saw Daegu and Gyeongsangbuk-do province. 疫情也侵袭到媒体界，当地的基督教广播 CBS 因为公司大楼内有人确诊20起关起来。上名的韩国广播公司 KBS 甲中央东洋广播公司 JTBC 也有演员确诊，叫做暂停拍片，节目暂停。即马南韩各大媒体为了避免播出中断，已经提前拟定各种备案。若讲主要的大楼被迫关起来，将随改用替代方案作业。像文化广播公司 MBC 拍算紧急时将室外广播生活车当作主控室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为期4天的美国共和党的代表大会，第2时开始，昨晚宣布讲正式提名现任总统川普，成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共和党的全大会规模是缩小只有300多位党代表参加。特别注意的是，共和党嘛表示要照用2016年的党纲，其中有强调对待关系法甲对待的6项保证。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2时伫咧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举行，川普正式被提名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共和党无异议支持川普参选，也决定沿用第一遍有列入对台6项保证的2016年党纲。
内面有写反对两化任何一边，采取片面鼓动改变现状。川普想要伫咧全大会改变选民的意愿，因为有民调显示，有75%的民众认为国家正行伫咧错误的方向。Our country can go in a horrible, horrible direction, or in an even greater direction. And before the plague came in from China, that's where we were going. We were going in a direction like we had never seen. The most successful economy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the best unemployment numbers in history for African American, Asian American, Hispanic American. 今年因为疫情，有可能互油价选票增加，这也是民主共和两党伫咧吵的问题。反对油价投票的川普讲，民主党想要借机会做邮政诈骗，对选举动卡手。If you want to really drive him crazy, you say 12 more years. Because we caught them doing some really bad things in 2016. Let's see what happens. We caught them doing some really bad things.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because they're trying it again with this whole 80 million mail-in ballots that they're working on, sending them out to people that didn't ask for them. They didn't ask, they just get them. And it's not fair and it's not. 顶礼拜民主党的全大会因为疫情改制顽固举办。共和党的举办规模也纠水，每一周只跟他喊6名党代表到现场。4天的全大会，川普党会亲自发表演讲，另外也有20位党内重量级的人物用视讯方式轮流替川普救票。在当地25暗，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也伫咧北京的玫瑰园发表演讲。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首先是全国疫情严重哦，德国原本规定为高风险的国家入境的人必须来接受体检哦，结果实验室负担伤过大了，已经先停止对入境者强制体检的政策了。再来看，因为治疗冠状病毒的新药啊，有看到希望哦。后面的股市今仔佫继续大起。另外，因为伫墨西哥湾哦，因为有2个风台影响，这附近8成油菜拢暂停生产哦，国际油价刷来会大起。再来看日本的媒体报道，52岁大的参议员联防目前咧协议离婚哦，离婚的理由是翁仔某2个人人生观无同，联防嘛等来申请解释咯。再来看，根据中国海事局的资料是显示，讲从开始到9月30日，中共会伫中国附近的4大海域来进行大型的军事演练，一个月尚无有9场。咱的国防部是表示，针对中国解放军的演练甲台海状况哦，咱拢有监控。美中台的关系，和南海局势对咧紧张。中国海事局真罕见伫连续这几天。公布解放军为20时开始，会伫北海、南海、东海到黄海4大海域做大型实弹演练。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自8月24号0时至9月30号24时，渤海海域执行实弹射击活动，禁止驶入。根据中国海事局官方网站的公告，解放军伫8月20时到29会伫南海海域、海南岛甲东海部的海域；那22到26是伫黄海海域、山东青岛到连云港东边的海域，也有渤海海域是伫8月20时到9月30，个半月的时间做大型实弹演训甲军事训练。有香港媒体分析讲，中国连续军事的行动，可能会互台湾面临着更较大的军事压力。既然三方都不希望爆发战争，就应当为促进和平展现出各自的善意。台海政治上如果不出现缓和，军事紧张毫无疑问将一步步加码。总之呢，通过各种联合演练行动，我们能够有效地回应美国在周边的各种军事挑衅。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也正在进行当中，有日本、南韩、菲律宾等等10个国家加入，美中伫咧海顶拼场。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20时的社论指出，中国、美国、台湾3方面拢应该爱和台海局势较稳定来做拍拼。不管中国方面做任何的演习的话，其实台湾的3军都必须有所戒备。对方查阅所谓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次数越多的话，其实它会变成习惯成自然，而且这代表他们在练兵。对于台海周边海空域状况以及演训等等的军事动态，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的作为，都能是确严密的掌握。军事专家表示，8月份以来，中国军机真接经过台湾防空识别区。那国防部表示，针对中国军演甲台海的状况，国军拢有严格的掌握。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看伫墨西哥有一种用要长种的鱼仔，当地政府是禁止了。也毋过，这种鱼仔鱼标做的花架，伫亚洲人是当作是补品哦。美国 FBI 今年7月底就通报台湾的刑事局，讲中国有人的走私鱼标，利用台湾来当作是转运站。最近刑事局甲 FBI 合作，嘛抓着违法的走私。货物就来过台湾，就被海关查落来，内底控管保育鱼类。加利福尼亚湾就收鱼鱼标，警方分几路伫新北的3个仓库，也查扣非法来台的鱼标。刑事局7月底接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情资，头一摆甲 FBI 联手，伫7月到8月间查获跨境走私鱼肉，并且逮捕涉案的姓姚嫌犯。黄花椒1公斤的价格可以高达台币约140万元，查扣。总共161枚，重达19公斤的黄花椒。Appreciate the fine cooperation, the fine investigation on behalf of all of our Taiwan partners. 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被国际列为濒危物种，走私集团为墨西哥非法掠濒危的这种鱼，挂鱼标被互中国探捕离。先是为墨西哥空运到美国，搁以台湾作为转运站，以船运小三通的方式，经过金门海运到中国厦门，最后以陆运再往目的地广州。这个吃花椒的习惯，其实应该是还蛮由来已久的哈，它有一定的历史。那大概应该是在比较中国广州或者是香港这一带。鱼类专家表示。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鱼标拍打造成黄花架，被亚洲人看作是补品，市面上还阁流传伊有纵容防癌的效果，互人愿意出关价来买，低输鱼鳞过度去掠，并甲真少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生存环境也面临真大威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原住民就少的杜浩生搁了内川，伫1954年因为堪涉跌一件叛乱案，被判刑离家。两个人的家属是一直走藏，经过出转会审查了后，决定要为因来平反咯。副总统赖清德昨嘛亲身来颁发撤销决定书给家属。副总统为我们致上撤销决定书。对副总统赖清德的手中摕伫咧天顶的爸爸，把这个撤销决定书接落来，洗清贪污的罪名。遭做精英杜浩生的后生杜明铁讲，这工因已经等60几年啊，即卖伊的家族总算会当伫咧遭族内底重新徛起。我父亲这个案子终于得到平反，我对我个人的意义，内心的意义，我觉得最大的欣慰是，我父亲的名字在州主重新被看见。我们这个家庭所有的兄弟姐妹散开来之后，直接面对的是心灵上文化的修复重建，还有自我人格的修复跟重建。还好这次评估呢，总算了了一件事情，但愿往后端呢不要发生此类的事情。1954年，阿里山朝族领袖杜浩生和5号香港所新任干事廖立川2个人，因为过一生和汤秀人叛乱和贪污的案件，去扫到红台尾，和国家侮辱讲因有侵占甲独立的事实，分别去判17年甲10年。今年7月29，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认定这案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特殊和司法判决立场徛袂在，决定撤销2个人的判决。副总统赖清德透早是亲身出面代替总统蔡英文向受难者的家属表示辛苦，也肯定出转会所做的打拼。我要代表蔡英文总统追悼杜孝生、廖立川2位受难者，非常不舍他们所承受的冤枉，同时也要慰问家属，你们受委屈了。而且你们也辛苦了。在决定书当中呢，我们也勾勒了整个威权统治时期，威权政府在国家在山地控制整个的山地控制、原乡政治控制的这样的一个体制当中，原住民族整体是受到什么样的压迫、什么样的剥夺、什么样的压制？这个案件也是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生效以来第一站，不是因为内乱甲外犯罪名会当平反的原住民族案件，被看作是原住民族转型正义的指标。促转会表示，未来会继续调查真相，让人民共同面对历史，对和解、修复到重建，一步一步，真正落实转型正义。记者民警刘水台北报道。
再来看台南市对顶礼拜开始规定8大场所拢爱挂喙暗，违法者会使上悬罚15000块。也毋过头一场的罚单竟然是罚台南市长黄伟哲，因为伊伫礼拜日参加颁奖活动的时阵，伫翕相的时阵市长甲喙暗摕落来，互民众翕相检举。台南市长黄伟哲23出席志工表扬活动，轮流甲资深的志工来翕相，啊，毋过民众目睭进来所发现，黄伟哲无论伫咧台顶还是台骹，拢捌甲喙暗摕落来。卫生局根据检举的影像，开出3000块的罚单。市长黄伟哲正做台南市第一个无照规定挂喙暗互处罚的对象，嘛是全台湾的头一个。虽然自己成为第一个受罚的对象，好像是不大好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也让大家宣示说市府执行的决心，不会因为对象是谁而打折，即使是市长照法不误。黄伟哲虽甲罚单立掉，强调讲爱家己做模范，绝对袂凊彩，啊，毋过嘛引起共场的民众惊吓。教育局解说，23个活动毋是市政府规范爱强制挂喙暗的场所，黄伟哲是用较悬的标准来自我要求家己。市长他想要以身作则，做自我较高标准的要求。那其他的参与的贵宾，像早上有议员在问，志工也在担心。那我们是跟他讲说，基本上在防疫的作为上，并没有违反规定，是不需要被开罚。10日开始，台南市已经规定8大类场所必须挂喙暗，若无会处罚3000块至15000块。即马市长变做互处罚的头一个，台南市过来更较严格来执行处理无挂喙暗的部分。身边到底有哪些人，你都不晓得，所以既然有这个政策，就配合啊。那是保护自己啊！如果别人不保护他们，我们自己保护自己，我可以接受。啊，若是高雄市长陈其迈第一天就任，300多人来参加就职典礼。陈其迈甲市府真侪首长嘛去用质疑，宣誓前后拢无挂喙暗，是无正确的示范。卫生局在整个防疫的这个措施大概都有按照我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来做啦。高雄市卫生局表示，典礼之前有照中央规定的挂喙暗磅体温，还佫实名制，座位让旁1.5公尺。过程当中暂时甲喙暗摕落来，判断接触的时间无长，所以无考虑要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油的大拿炼油厂伫这里发生外海漏油的事件，中油表示是油轮咧落原油的时阵因为海边的风影上过大，才造成油管油泄漏出来。海保署嘛一定启动油污监控甲巡查要求中油爱负担全部的责任。画面会当看到高雄市小港中油大拿厂外海，海保署甲空勤总队派直升机做低空的观测，因为23暗时10点45。发现中油大拿厂油管有关油漏泄、污染海洋的事件。当开始闻到油气的时候，我们那个10点50分就麻烦船上把放送的油料停下来。那我们当初在想说，到底油气会那么重，一定有地方泄漏油出来。2点以后，我们大林厂就成立应变中心。中油表示，造成漏泄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风台风影伤大，广线互海洋游来游去。煞出现裂缝，油轮伫咧落原油的时阵，才会出现漏泄的情形。漏出来的总量有4000粒，差不多是2个骹球场的范围。紧急派5只工作船，用吸油的米索啊，阻挡污染佮扩大。到24时早起11点，状况已经有控制落来。他们去观测的结果目前就是海上我们是没有发现油污。它到底是因为这个外海浮筒舌管的作业有什么样的问题后续未来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是要一并掌握跟检讨。海保署表示，因为中油大拿厂有按停书汇报，嘛随清理这个油，所以袂甲裁罚。不过了后会持续监控一段时间，这个油若是去互发现无处理好势，海保署会以海洋污染防治法裁罚30万到150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超观众表来看苗栗的园里有一间办第10天的农村体验的营队大学生学做事嘛来讨论农村的发展，因未来嘛到台湾的各地头来做田野的调查，关心农村希望会使找出一条未来的路。咱要过看汉斯田，有无？农民一步一步甲学生囡仔要过旱时，安怎用镰刀来拄田，手势方向甲脚步拢爱互相配合。就割起来的难度上来说，我很怕割坏它。种田这件代志，唔是阮所想的安尼简单着。摊下的是规个市场，规个
政府的政策。各地大学生趁休热期间来到苗栗湾里，和在地农民交流。农友林清金做是一世人，伊想到讲庄头内底干那2个少年人回来咧做田，心内嘛真感慨。即马做田是拢老的咧做啦，你也有少年仔转来做，那有人甲牵，好啊规划，应该袂输外口食头路啦。下文农村风调营队鼓励少年人到台湾的各地头来做田野调查，已经办第10档。今年由湾里县海丰主办，时间课程安排甲满，对农业政策到农村实际状况拢总有。有学员去年参加过，今年阁转来斗卡手。学好学到就是一寡找物件，真正来到农村去看的。看因咧是安怎咧做，迄是感觉是真正是无共。想要伫在地做这个议题，要安怎去深耕，安怎去做调查。其实，阮是咧对因咧学生活，要安怎互咱家己有法度了解讲即个故乡的价值。阮嘛希望讲，敢若播送一寡种子，因拢有新的视野去看待台湾的农村。2018年，一群少年人做伙种钱，伫湾里开设献册店，望一手献册，一手拼图，成做在地公共事务讨论的平台。在地囡仔当故乡，关心农村事，找出一条未来的路。记者由郑张玉水苗栗报道。来看台南大科技大学推出南台币哦，这是国内第一学校使用数位货币，甲钱放伫手机内底哦。学校的餐厅、游泳池，甚至是学校外面的便利超商，拢会使使用。上课表现了若输袂歹哦，教授嘛会当用南台币来鼓励学生。咱做伙来了解。QR code 扫落去，钱就嵌到手机内底，交易真利便。南台科技大学推出南台币，是国内唯一一套通伫校园使用的数位货币，毋但会当伫餐厅、ATM、健身房，也会使向校内参与的学生买因亲手做的点心，甚至全国 7 也会通。是我们学校有很多人都来买，然后一开始其实是没有什么人知道这讯息，然后后面就是1次2次过后，就是可能我们12点卖，然后很快就会有人就是来抢光，就是代表说我们的做的产品是有人喜欢，然后在练习的过程中，就是还可以得到一些回馈。校方拨经费打造这套数位货币，通伫学校互相交流买卖，老师也通奖励表现出色的学生，鼓舞学生上课加交流。就有这南台币之后，老师如果有提问题，就比较想要会回答，还有会增加那个上课的认真度。然后这个方便之处就是除了在 7 以外，还有学校的餐厅都可以使用。近来数位货币长时行，南台币结合新形态的金融科技，是未来社会趋势。南台科技大学表示，南台币应用，致使学生会使量早培养金融相关技能。面对产业的多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屏东东港的冠军米是80多岁农民盐水清种的米哦，伊嘛分享伊做事70多年来的经验。再来，伊嘛代表东港去参加全国性的冠军米的比赛。第一名，好6号啦吼。盐水清哦！台顶的主持人公布东港稻米的冠军，这届是由高龄超过80个农民盐水清摕到。这摆比赛评审毋但评米的本事，也着审查产园的管理。盐水清种田已经70多档，以丰富的经验、合理的栽培、用心的经营，得到头名。着你要种哦，爱着这款的肥哦，爱经验，脾气较好。东港农会鼓励农民种植物愈种愈有路。第一阶段先审查产园的管理，再搁请评审来看外观、食气味。经过侪定数，才选出这支上赞的米。阮比赛了，阮来入冠军、亚军的呢，再来参加全国的比赛，一定要标准啊！要检，还要经过我们那个评审初审过去呢，才可以参加比赛。这样要在这个改良场，阮试验所，这专家的评审较开，才参加一咱。这回所选出来的冠军米，会代表东港来参加全国的比赛，透过竞赛方式，互农民鼓励，也互相求进步。农民用心来种台湾上赞上好食的米。记者综合报道。
经济部通过爱奇艺条款了后，淘宝台湾冇可能会落架。经济部投审会调查了后，认定阿里巴巴集团对淘宝台湾所属的英国厂商有控制的能力，认定是中国的资金幕。那发现41万，嘛限制因伫6个月内，会是爱撤回投资，还是改正。到淘宝台湾的网站去细细找商品是袂少人真爱做的代志，但是即马淘宝台湾恐惊无法度搁再营运。这消息一出来，已经插入店家真紧张，原来商品无法度卖，影响的层面真大。因为经济部投审会调查了后，认定淘宝台湾的公司英商克雷达是中资，毋但发新台票41万，而且限期6个月内底要撤回投资，也是改正。阿里巴巴在英商克雷达的董事会股东会是具有相当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从营运面来看的话，其实包括整个商标、网域名称，然后 IT 系统，甚至用户资料，其实也都掌握在阿里巴巴的手上。这整个案子里面，阿里巴巴是对英商克雷达是具有所谓的控制能力，所以我们会认定说，英商克雷达应该是用入资的身份才对。投审会提出3个理由：第一，英商克雷达3个股东分做 A、B 股，阿里巴巴集团是美股唯一的股东，嘛是美股唯一一席董事。若是阿里巴巴集团无来出席，股东会董事会个无法度召开，认为阿里巴巴对克雷达真关键。第二，阿里巴巴集团授权的商标，也有平台 IT 系统为何等服务，英商克雷达是每一季拢有费用，佮加上向淘宝香港做网络顶设备，会当看出来营运真瓦靠阿里巴巴集团。各有会员的因素政策会当授权资料传等于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真有可能会造成治安的风险。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来自政府的正式的函文通知。那对于现在这样子的发展呢，我们公司深表遗憾。但我们公司会尊重主管机关的决议，然后积极配合政府的要求，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改正。对经济部的决议，淘宝台湾表示遗憾，而且指出会积极配合政府的要求，赶紧改正，嘛以保障店家佮消费者的权益做第一优先考量。这起案件是投审会以实质控制力判断是中资公司的头一个，改正有2个方式，一个是半档内底恢复纯外资，另外一个是淘宝台湾必须符合中资内底投资的标准。记者郭灿霞去文台北报道。再来看文化部宣布，会有60万份纸本的艺放券开放，予新长者、未成年甲4大人来申请哦。这3大族群的人嘛，就爱用健保卡去便利超商登记，才会当来抽考啊。还有1张记忆卡，我们就可以变成一台真的可数位相机。镜头顶的零件装电池甲记忆卡，佮甲塑胶卡甲纸板斗起来，就是一台纸做翕相机。本土文创品牌透过一块薄薄的主机板，就会当展现台湾国学的实力甲创意。不过顶半年同款受到疫情的影响，业绩落9成，只好另外研发防疫用的酒精干仔，还佫有把握文化部艺放馆等等的进行措施，拍拼甲人客佫找倒转来。其实对一方面对我们来讲，真的有一个过了这个春梅那个店的这个促进买进的这个买气，所以几乎每个业者的业绩提升都将近50%来自一方券的收入。文创商品无一定是生活用品，业者观察到台湾的民众大部分是看看的尔，较少消费，所以文化部发的艺放券，确实有增加民众想要买文创商品的意愿。不过第一波的艺放券是用手机电子支付，对视障者甲较袂晓使用智慧型手机的老大人来讲是真无方便。囡仔人若要无手机嘛无法度来使用，所以文化部24宣布，佮推出60万份纸本的艺放券，提供予身障者、未成年、甲65岁以上的4大做伙来抽考啊。艺放券1.0的时候啊，我们是全部建立在一个手机数位的环境，甚至包括很多身心障碍的朋友也打电话到文化部来说，他们在这个数位上比较弱势那这样做是不是公平那么我们这些声音我们都听到了。我们上网的时候会发现说，尤其视障的他会怎么样？因为他们要有个什么图形认证，是啊，伊都看无，你不叫他认证。我希望说这个是抛砖引玉这3大族群为8月31开始，一直到9月初6，会当找健保卡去便利商店申请。文化部嘛暂定8月28会提供无障碍的网站，方便视障人士操作来申请。另外，身障团体机台动资馆、甲客庄馆，嘛当对文化部的这个做法照顾到因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
大家拢真注意的2020年台北台中米其林2024伫台中公布了，有对几间餐厅受到肯定，咱做伙来看卖。碰到米其林奖座拄啊摕到米其林1星荣誉的总铺，伫台中国家歌剧院分享这份肯定。即摆的2020台北台中米其林指南头一摆伫台中举办，今年摕到1星有22间，蝉联1星有16间，包括高富牛排、大碗等等。头一摆入选的6间，其中台中就有3间是头一摆颁星。用这样的食材，用法式的一个技法去把它呈现出来，我觉得不会是困难的，只要你愿意去用心。摕到3星相关荣誉的是连3年日本的外式餐厅义工，另外还有肉、香薰龙吟等7间餐厅摕2星评价，其中台中的 JL Studio， 佫较是台中头一摆摕到2星。头一摆颁发的少年总铺大奖是由台中这个30岁的小巴总铺摕到。餐厅有被肯定这样子，没有想到就是自己个人也有被看到。即摆米其林指南因为疫情延后到8月发表，也毋过推荐范围扩大。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看好台中美食的发展实力，也将结合资源，用美食结合观光，也提升台湾除了首都台北以外的国际能见度。虽然看好观光效应，也毋过要安怎探索合作，更加是首要课题。如何让国际看得见？那米其林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能够让世界看得到台湾。因为餐饮一直都是我们观光旅游的一个重要元素，很多人去旅游是为了品尝当地的特色的餐饮，所以这样会对整个台中的这个观光的品质都会有所帮助的。学者指出，国际观光客超过70%拢会伫台北都会区活动。米其林将评价看出台北，佫会当用美食将观光效应带往中南部。接落来，中央应该甲地方加强合作，才会当扩大4颗位的效应。记者综合报道。要带大家来看台湾有一定守护母语的家长带因的囡仔讲台湾话、唱台湾歌、教台语伴，伊嘛伫找甲母语找回来过程，发现这语言的在地性甲文化性因希望会使透过语言的力量来传承在地感情。用热情的歌声欢迎记者，而且不管是大人也是囡仔，讲的拢是台语。俗语讲，囡仔七岁八白教发家，其实语言的发展嘛是有一定的过程。细汉时，父母用什么语言和囡仔沟通，就是所谓的母语。因为我想我的台语足好，我足希望我的囡仔嘛会晓讲台语，所以为爸讲，伊可能还袂开始会晓讲，啊，毋过就是甲伊讲，一直讲，伊就拢会晓听，开始会晓听，会晓讲安尼。要将家己熟悉母语传予囡仔，嘛有家长是听到对国外转来朋友，因的囡仔台语真认同，才开始注重。我英语无啥认同，我想讲我要甲囡仔安怎甲伊对话安尼，结果伊煞甲我讲台语。不过，行出厝外，却无偌济讲台语的机会，所以才会台语妈妈伫网络成立共学团，逐礼拜办甲台语相关的活动。就是阮有亲戚朋友嘛，是拢会有这个烦恼啦。亲像阮囡仔阿嬷，伊就会讲，安尼去学校，那和朋友讲话，朋友听无要安怎安尼。所以一般来讲，第一语言跟第二语言是不会互相影响的。第一语言的稳定性会帮助我们去学习第二语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阮家己拢有观察，就是囡仔其实伫台湾，你和伊讲母语，伊一定会晓华语，就是伊一定会变做双语囡仔。语言必须要有对话互动，才有法度学会晓。兴趣嘛是学习的重要因素。尤其厝内时大，加甲囡仔讲台语，对时势来讲，就是加一摆学习的机会。共学团拍拼营造友善的台语环境，嘛要邀请大家做伙行台语的路。记者杨淑晴、张华水台北报道。
法国料理真出名的鹅肝，常常受到批评。最近有动保团体又去公布养殖场相关的画面哦，是非常泰国的环境，养殖的方式也真无领导。影片公布了后哦，当地政府就把这间养殖场关起来，嘛展开调查咯。真侪鸭，互人关伫咧笼仔内，拢无法度洗身。有一只徛伫咧笼仔外的鸭，规身躯乌麻麻，正垃圾。动保团体会21日20公布法国西南部一间生产肥肝的一鸭场，看内面的环境就让人起鸡母皮。Cet élevage atteint des sommets dans l'horreur. Les canards sont enfermés dans des cages qui sont en train de s'effondrer. Le sol est recouvert, et je suis désolé, je ne trouve pas d'autres mots, recouvert d'une épaisse couche de merde. 伫内面涂骹拢是屎尿，也阁有死去已经烂去的鸭的尸体，加真侪蛆，气味互人闻到就想要吐。动保团体讲，影片是这个月翕的，批评这个养殖场是有史以来上恶质的。因公布影片几点钟了，法国农业部就把这座养殖场关起来，当地政府也开始做调查。这部影片也搁互人讨论是毋是应该食肥肝。肥肝是法国传统的美食，一般拢是用鹅肝来做，不过成本较悬，怎么大部分拢用鸭肝。对鹅甲鸭强制灌食的，互因的肝变肥，真无人道，一直互动保人士批评。怎么法国有养殖场讲，因用人道科学的方式，互鹅甲鸭的肝自然变肥。英国、芬兰、波兰等国家也禁止生产传统的肥肝。美国纽约本来肥肝的市场真大，不过去年底通过法案，2022年开始禁止卖来自强制性饲养方式的肥肝。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德国一间大学利用演唱会来做病毒传染的研究，伊是透过室内的演唱会来研究病毒是安怎传播的。相关的研究哦，卖做了后大型集会参考。哈勒大学医学中心伫莱比锡体育场所举办的3场演唱会表演，所有参与的主管者事前拢需要通过新冠病毒检测，确定结果是阴性才会当参加。入场前需要挂着 FFP2 喙暗量体温阿妈棍，挂一个接触追踪器，互场馆天棚的感应装置全程收集因伫室内的一举一动，作为研究新冠病毒伫大型活动传播风险的重要数据。Irgendwann wieder Richtung Normalität gehen können und wieder zu Konzerten gehen, zu Sportveranstaltungen gehen können, einfach mehr Freizeit halt einfach haben. 3场演唱会各模拟3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疫情爆发前，拢无任何防范措施的环境；第2种是伫健康甲安全的指导之下进行的演唱会；第3种是减少参与活动的人数，同时互相保持1.5公尺的距离。英国利物浦的卡球比赛甲3月间的赛马等体育活动，拢被记是散播病毒的所在。德国疫情爆发到当禁止大型集会活动，9月7日流行歌手萨拉科纳核准伫杜塞道夫举办一场1万3000人的演唱会，引起病毒专家甲地方政治人物的剧烈批评。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地球资源，咱人伫8月2日就提前用了咯。有一个关心地球资源的环保团体是表示哦，虽然今年的地球超载日因为武汉肺炎病毒大事件，有比去年较慢，也毋过嘛是真使人烦恼。人类的活动一直咧消磨地球的自然资源，不过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影响，今年人类已经把几年地球资源的预算拢用了啊，开始进入生态红日的超载日，是比去年还佫较晚3礼拜。En fait, cette crise sanitaire, elle a assez rapidement engendré un arrêt brutal de la production de la plupart des industries. Elle a aussi, par exemple, stoppé le trafic aérien. 科学家表示，这并无值得欢喜。甲去年比，人类所有行动的卡热减少9.3%，嘛减少森林臭树仔的范围。这拢是因为疫情封锁暂时的效应。比较1970年代开始的超载日期，消磨地球资源的速度也是哪来哪紧。In 1970, Earth Overshoot Day was on the 29th of December. Now it's in August. That's the global average, because for the world's richest countries, it's much earlier. 超载日是针对食食、能源、厝、甲车路的空间等等所有人类的需求，还有吸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所需要的物质算出来。而且，甲人类会当提供的永续资源来做比较，科学家估计人类当咧消磨地球的资源，比再生资源搁加60%，也就是讲，2020年人类需要1.6个地球的资源来生存。
Pour lutter contre le gaspillage alimentaire, changer le système agricole pour éviter qu'il aille déforester à l'autre bout du monde. Nous avons des solutions aujourd'hui, il faut aller vers du moins, mieux, autrement pour faire reculer durablement le jour du dépassement. 科学家估计今年人类团的卡热，因为疫情的影响，比2019年减少14.5%。因为需求量减少，草木材相关的产品嘛减少8.4%。另外有一份报告指出，因为疫情推出的封锁令，全球的土炭、石油、甲天然气产生的碳排放可能会降低8%。不过科学家嘛提醒大家，若是无甲全球供电的模式做系统性的改革，疫情期间才会降低的数字根本就是无意义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个地头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7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6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第2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蕉。大家拢知影我的四界算嘛真爱出国。咱今仔日要绍介就是去外国，早回转来国内卖走水。走水汉字写作走水，罗马字写作子奥走，子尾水。走甲水拢是第2条。台湾是海洋国家，四边拢是海。自古以来，国际贸易就一直真加野，加野就是生理真好的意思啦。走水甲走私拢是甲货为外国，再入来国内卖。不过两种方式无啥相同，走私是违法的，有时较大尾的。可能就会甲海产挂钩。若走水，就是过去有一寡人会靠因特殊的背景关系，去国外买物件转来卖，因为毋是透过正式的进口程序，通常量会较少，有时嘛会软法入芳，毋免扣税，计数加真俗。透过走水买回来的物件叫做水货，也是走货。靠走水赚钱的人叫做走水客，也是走水贩仔。来哦来哦，要买手巾仔就来遮紧，遮的货绝对上头顶。姊啊，你唔通搁伫遐变，水敢唔知影要安怎敬心？这吼1000唔免。3条算你500就好。过去国际上交通也无遐利便，想要用水货，拢着去港口附近的委托行。当穿的时，还未开门吼，外口就排规排啊，生意是真好呢。不过，即马出国真方便。真侪人拢会家己走一逝，也是拜托拄好要出国的亲戚朋友，斗早物件转来，委托行就渐渐无人去交关啊。溜走水，
加野、走私、扣税、水货、走水客、委托行。那麻烦别人载物件转来，一两行啊细项的就好，才袂互亲戚朋友哦讲甲皮皮喘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喂，乌生，你敢是明仔载要出国哈？嘿，我要吼，麻烦你甲我买吼，香水、胃药啊、保养品、牛奶粉啊，还有吹风机，嘿，啊，还有电视机、冰箱。